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也按多年来引来印度农民施食，居民是在直接同农民买，也是接待农产品。农民同消费者直接接触，也是在增加收入，减少本番的盘上创意数。不过，农民施食单单是农民带阮自家的农产品去到都市卖。台中外埔的副局长农夫施食，这做的讲是第一个产地型嘅施食，农产品的产地离施食将30秒到10分钟嘅，唔单止减少抢菜果子嘅食物里程，水果是在特殊烘留到9分熟，无如等于熟嘅选择。消费者食到的是清脆清甜嘅水果，产地路提施食时，消费者也看得到农产品嘅生长过程，使得到空间也加个安心。所以我齐伟文带俺来去看下先。对，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哎，两个品种，什么东西都来尝试一下，我们最新鲜啊。人家都无洗，真正无洗。哦，啊，大白菜怎么卖1颗30，2颗50。好，那我要买2颗。OK。你好啊，这头才大完。今年大众为培养用风沙溪公园秋千闹热，每农民热情地买自家落下齐齐的抢菜果子，全沿他详细的图，天文假使，买卖千无限。摊内放摆论各种的抢菜、当归的果子，仲开路喺村民自家落下种嘅农产品，也只嘅係副局长农夫施食，特地办日开张。问你们从哪边来的？大甲，我们大甲。那你们知道这边有一个农夫市集吗？以前有听过啊，没有来，今天才第一次来的。因为我们是看到那个报纸啊，报纸啊，讲遮啊，遮有啥物农产品较好的啊，我是讲来啊，看到啊，就讲的水啊，啊，讲的介意安尼尔。啊，你买遐多哦？是啊，韩国泡菜啊，要试啊。副局长农夫施食本消费者直接同生产者接触，农民同自家落下嘅产品呈现喺消费者嘅热头前，消费者做得食得到空间安心嘅抢菜果子。好，你要几颗？3颗。整体卖高丽菜嘅农民刘玉峰落下种嘅青岛嘅抢菜果子，平常如係拿到果菜市场大量嘅批发。一下大个礼拜日都来施食摆摊的，上个青岛的运费、自强的也都成本。这里当然比较好，自己卖，不用运费，不用纸箱，通通不用。啊，这里就不过这里是卖比较少一点。啊，市场是大批发啦，不一样啦，有好有坏啦。可是在这边，大家一起在这里哈，自己种的给大家村民自己吃，又健康。副局长喺永豐村嘅人可以見名嘅，也只係因為雖然保護區韓國山牌保育嘅松松限制，保留嘅淳樸嘅農村樣嘅。村民漸漸嘅一半係客家人，差唔多如係做田社。民國64年到84年，村民主要係屯公賣橋起咗，種玉州葡萄，一直到公賣橋嘅政策改變，冇再個屯農民起咗。農民能開始改種火龍果、桃茄樹、奇豐葡萄也都果樹。沙不是面臨農產品賣唔出去、價是唔穩定的問題。这边以前是酿酒葡萄，差不多我7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开始种葡萄，到现在差不多40年。然后就是酒厂那边契作啊，契作就不再契约额满，就没有再跟他契作了，然后就转做种这个巨峰葡萄。还有的人是种一些红龙啊、释迦这样。我亲头会种的都是做酒的、酿酒的，然后个公卖自契约安尼过来，契约佢把种1-2年，啊你还种10年安尼，冇收了都稳种了呢。那我好行的公卖自较稳定啦，啊你去甲种的俩人冇稳定安尼。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委托那个中间商中盘商来销售
那个利润大部分都被剥夺掉了，农民赚的很少。曾经我们有一个农民他种李子啊，拿到那个果菜市场去卖结果没有人要，没有人要，拿回来就倒在这个田里面当肥料，所以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过去啊自己生产东西生产过量没有人要生产少你又赚不到钱。不少菜地的小农民团结起来，想要打造另外一条销售通路。农夫实习的想法就係產生呢。副局長農夫實習係台灣第一個3天型的實習，3天到實習的距離長30秒到10分鐘，縮短了農場到村莊的生活里程。這樣等下就可以拿去賣了。可以啊，你就看愛細細啦，我再就較平大用掛的。無你這磚頭，伊這筋太旺了，這樣就有機肥了。對田丘幫飼飼的芹菜，見蛋糕就行起來，農民馮水木囤現摘的芹菜拿去攤嚟烘賣。今天就由那個外補習班還有婦女館。行路搶6分鐘，一行到實習，飼飼的芹菜隨路上面合注意。這攏算藥，就有機肥啦，是講就化肥，化肥無可能這個筋安尼啦，一定無的啦。你即馬安尼幾多隻？這樣，你那邊還剩40條。馮水木囤7家6下式的青菜拿來賣，買本人他的青菜比照7家6下式的照顧方式，安全用藥，消費者做的是的安全冇問題。講咱要採收的時陣經過半個月，還是講1個月前，咱就盡量以後賣落。因為咱講，我咧落就是講，我的玻璃菜，我下捌的時陣，我就買落的時陣，我要安怎買糖來食，我甲也去分刷。葡萄剛採的哦，來，給們來，不得了，給你，先提沙發。現在的葡萄就會滴出水樣的，看起來該飽滿，面黑청嫩的賣。豐墩腰的葡萄園露台實習的正對面，個馬路就到位。葡萄的生長情形樣的消費者一看就知。豐墩腰含睇葡萄園有幾嘅，食物安全無，同為最了解。個所以等就像係上的廣告。就是有一些葡萄如果有壞掉的啦，還是一些菜渣那些就給那個小雞吃這樣。那我們養的雞大家到這邊都覺得說，都一直要來跟我們買啦。我們這邊農友他沒有什麼經過特別的驗證，只是在葡萄之下，就是他養一些土雞，這樣的話可以讓消費者直接看到，就是說我的水果可以跟土雞是共生的。它沒有任何驗證，可是消費者一看到之後，如果你上面的農藥噴得太濃的時候，它土雞自然就死掉了。可是它就不需要跟你講說，我有做這些東西，不需要。我們只是直接就可以現場看得到，這個水果是很鮮甜的，很安全的。消費者做得親身看到農產品的生產過程，還是到親屬嘅嘢青菜果子的風味。因為副局長農夫實習強調第3梯社會觀念，生產者囤最齊嘅農產品交到消費者嘅手上，打破嘅頭擺傳統產社會距離問題。這邊的那個葡萄，它可以放到就是說9分熟到全熟的時候，它才摘下來。而我們一般為了有這個產銷這個距離，它在7分熟、6分熟，有的就把它摘下來。再來後吹後熟，地產地銷，它可以比較近距離的消費。這樣的話，消費者他買到他自己的東西的時候是，比如說已經9分熟，到10分熟，它那個水果的香味或蔬菜的鮮甜都可以吃得到。不過3梯型的農夫實習離3梯群，相對來講要求離消費者過遠，不少宣傳的方式要特別用心。大家都要做義工，我們輪流開廣告車，每個禮拜6一天就，大家輪流出去開廣告車，把做自己的一個那個行銷廣告。
菜地嘅新农民也該團結，富良國品質好多做得賣到日本嘅農民，反正錢也加入實施。對於在地的生產的農戶，確實的有幫助。老人家這邊給他可以增加一點收入。最大的幸福就是把這個最新鮮的蔬果賣給一個消費者，要讓他吃到一個安全、新鮮一個果實。富良國三季結束，反正錢少得冇用嘅部分，為本明年嘅富良國做得上嘅韓國好。雖然一下已經冇富良國做得買嘢，反正錢還係用行通認同農夫實習。這個阿爸種嘅少量鮮土，準備去實習賣。你阿都冇可能過爸爸就種一啲嘅鮮果，加咁拿嚟交朋友啦，結緣啦。你另外半年你滿眼就寫咗，你看唔出，你要拿去換也不可能。唯一的就是我們的誠實，我們的誠信。種葡萄為30年嘅農民放兩邊，打開立輪嘅土野，剪下一棵又一棵熟嘅葡萄。雖然做路已經有自家嘅銷售通路，不過也加入農夫實習嘅行列，表示支持。自家自產自銷，都蠻在有，哋種啦品質好，顏色都好，那麼頭天買來做運，有啲能栽培啊。你支持安尼農夫市集嗎？做得啦，你做得，還支持可以啦，唔會講為成年人咧剝削啦，就有個我，你又加減買。其實因為副局長農夫實習提過配國嘅蔬菜，對開張以來，就本人認為會開唔落去。不過經過農民50人嘅強下打拼，已經看得到18嘅成績咧。剛開始很多人會認為我們可能做不了2個月他認為這個地方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做不起來。我們的農民透過市集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然後透過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把我們的產品把它行銷出去大家可以說越做越有信心，然後越做越旺。就算3天型嘅農夫實習，先天就冇杜飛型、交通型農夫實習案例片，發展冇按規。我副局長嘅農民意識後天嘅打拼，天天嘅累積自家菜地嘅能量。如果可以把這個地產地銷的觀念到處散發出去的時候，我們到哪邊就是去買當地的農產品。如果說到處都有這種市集，我們覺得在台灣地產地銷的觀念，它就一直會上來，慢慢的對農友幫助，或是對一些弱勢的幫助就很大。透過市集可以帶動我們全村的發展，以後可能一戶一攤位，每個家只要你有農產品，你在自己家前面就可以把自己的農產品把它行銷出去，這是我們未來一個目標。一個由菜地新農民組成的實習，自家種田規劃。本副局長對一個主要的農作物生氣，因為建立嘅農夫實習一個團路，天天嚟轉變做農產銷售期。睇副局長，我哋看到第3梯社會60塊額已經開始爆牙嘅。